大家好，我係偉仔，今日就同大家詳細講解下 RF 美容儀器究竟乜嘢嘅膚質狀況適合使用 RF 美容儀，而揀選 RF 美容儀器嘅時候，亦需要留意啲乜嘢細節。另外會分享3款我用過唔同牌子嘅 RF 美容儀器嚟個大比拼，等大家有多啲資訊，可以揀選自己最啱心水嘅儀器。開始之前，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以示支持。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揀選美容儀器嘅時候，需要根據翻你嘅皮膚需要同埋儀器技術功效匹配嚟揀。簡單啲嚟講，對症下藥。如果你想改善細紋，但係買咗啲離子類嘅美容儀器，效果自然就唔理想，大家就會覺得儀器冇效。以下分咗幾類，大家睇下自己屬於邊一種，好好對症下藥。如果你想改善皮膚鬆弛、減少細紋，可以選擇 RF 射頻嘅美容儀器，或者 RF 射頻加 EMS 微電流嘅組合，增加膠原蛋白生長，令到肌膚更加緊緻。第二種，如果你想做到提升輪廓或者消水腫，可以選擇一啲有微電流嘅美容儀器，可以幫你 V 面拉提，改善水腫嘅鬆弛。第三類，如果你想改善暗沉、淡白色斑或者暗瘡印，可以試下一啲有激光或者採光嘅美容儀器，改善黑色素沉澱。至於選擇 RF 射頻嘅美容儀器，以下幾樣係確保效果同埋安全性嘅關鍵。第一樣嘅係頻率，頻率最少要達到1 MHz 先可以刺激真皮層。如果少過1 MHz 嘅話，效果可能就會有限。建議選擇1至3個 MHz 範圍以內嘅美容儀器，咁先可以幫助皮膚緊緻同埋抗衰老。第二要留意嘅係能量嘅輸出。美容儀器嘅能量輸出應該要保持穩定，同埋可以調節唔同嘅強度大小，以適應唔同嘅皮膚，尤其係敏感性嘅皮膚。能量太低咧就冇效，太高咧容易受傷，呢一點都要留意翻。第三樣要留意嘅係導頭嘅設計，平面導頭嘅接觸面如果比較大，受熱比較均勻，用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太大力。除此之外，如果導頭嘅材料係鋅合金或者係醫療級別嘅金屬材質，就可以減少皮膚敏感，同埋改善熱力傳導嘅效果。第四樣要留意嘅就係良好嘅溫度控制系統。一部好嘅 RF 射頻美容儀器應該內置咗良好嘅溫度控制系統，保證熱力均勻，防止過熱。第五樣，儀器操作嘅難易度。之前嘅影片都分享過，儀器嘅操作難易度非常之重要，揀啲操作容易、功能清晰嘅儀器，令到你更容易上手，用嘅頻率多咗，令到你更快達到理想嘅效果。第六樣，良好嘅售後服務。如果你選擇嘅品牌能夠有良好嘅售後保障同埋客戶服務，即使儀器有任何嘅問題，都可以即時處理，咁樣先係一個良好嘅家居美容體驗。之前都有介紹過相類似嘅美容儀器，而家順便同大家比較一下，睇下大家邊一部最適合你。第一部係 Amiro 嘅 Turbo R3， 佢嘅功能係由 RF、EMS 微電流、LED 紅光、黃光同埋紅外線，機身輕巧，容易上手，性價比高，適合一啲想中級保養同時擁有多合一美容儀器嘅朋友仔。而 Jojo 嘅貴妃儀 Pro， 佢嘅功能主打係變頻 RF、EMS、LED 紅藍光同埋超聲波導入，主要可以緊緻同埋導入。之前嘅影片都分享過，由於佢嘅能量比較弱，所以適合一啲美容新手。第三部介紹嘅係 Medicube 嘅 Ultrazone 40.68， 佢嘅功能主要包括 RF、微電流 Microcurrent 同埋 LED， 主要幫助輪廓嘅緊緻。用嘅時候，由於導頭比較熱，所以使用初期同埋皮膚敏感嘅朋友就要特別留意使用啦。另外，機身偏大同埋重手，使用嘅時候隻手用到中途咧都有啲攰。呢部儀器比較適合中級保養嘅人士。Jojo 貴妃儀 Pro 同 Medicube 嘅 Ultrazone 40.68， 之前都喺影片介紹過。今日主要就同大家分享下 Amiro 嘅 Turbo R3 呢部多功能嘅緊緻美容儀器，售價大約港幣2000蚊，價格比較親民，係一部機身細細但係功能非常之齊全嘅美容儀器。呢部儀器結合咗 RF 射頻、EMS 微電流、LED 紅光、黃光同埋紅外線等等嘅功能。原理方面，儀器嘅 RF 射頻會發熱到皮膚嘅真皮層，促進膠原生長；至於 EMS 微電流就可以促進皮膚面部收緊拉提。LED 紅光、黃光就主打修復、提亮同埋舒緩。儀器有5個強度、3個模式。第一個抗衰老模式，用咗 RF 射頻、EMS 微電流、LED 紅光同埋紅外線，可以有效減少面部皺紋，緊緻面部嘅皮膚，短短5分鐘咧就會即時有效果。第二個緊急模式，用咗 RF 射頻、EMS 微電流同埋 LED 紅光，4分鐘咧就有效提升下顎線。第三款眼部護理模式，用咗 RF 射頻、EMS 微電流同埋 LED 黃光，4分鐘嘅療程就可以增加血液循環，有效減淡黑色素同埋黑眼圈。用法非常之簡單，洗完面之後搽返佢哋嘅官方導入凝膠，6極嘅導頭緊貼皮膚，慢慢喺需要嘅位置打圈或者拉提。療程完結之後，儀器會自動熄機。官方建議可以每1日使用。至
至於我自己用法就係洗完面之後用翻佢哋嘅官方導入凝膠，跟住就開始使用。由於我嘅面皮比較厚，所以一般我都會開到強度最大嘅5度。而我自己懶得嚟，亦都非常之貪心，咁我每次使用嘅時候都會3個模式全部做晒，由上到下。首先係眼部，跟住全面模式同埋下顎線。儀器大約每20下就會有個提示震動去轉位，咁我用嘅時候就有少少暖同埋有少少微電流嘅痹痹感，但係咧就唔會痛。我自己顴骨同埋眼周呢個位置用嘅時候，微電流感覺會比較強。最正嘅係療程強度有儲存嘅功能，例如我眼部護理強度揀咗3，下顎線揀咗5。當你用完下次再開機嘅時候，強度會根據翻你上次揀嘅 level， 唔需要每次都從頭設定，個人化得嚟非常之方便。另一個特點係到頭嘅6極接觸面係完全平面，用完之後非常之容易清潔。當我用咗1次嘅時候，都明顯感受到皮膚緊緻咗。1個禮拜之後，整體嘅膚質都得到改善。試用咗1個月左右，睇得出皮膚嘅質感細緻咗，膚色變得均勻，而撫紋亦都淡咗好多。當然，繼續持之以恆嘅話，皮膚都會越嚟越好。如果大家都想入手呢部 Amirul Turbo R3 嘅話，用返惠仔嘅專屬優惠碼，可以享有90蚊美金折扣優惠，全球免費運送之餘，仲可以額外有護膚套裝同埋化妝包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！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問題，或者都想分享下用咗呢部美容儀器嘅感受，歡迎喺下面留言。最後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以示支持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